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讲到我哋嘅事务管地位，其实最了解太太细事务嘅都系我哋嘅里长。对于我哋嘅水沟无通啦，我哋政府无错啦，无良空无潮湿。里长24点钟就爱收到黎明嘅天发。但是里长都在做乜嘅呢？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而對於哋新人嘅家長，做到我哋學校嘅家長會長。係出賣做我哋東門里嘅里長，我就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文俊來到嚟現場。文俊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現在來自於高雄市民農區東門里嘅里長羅文俊，好。文俊我想問一下，你要唔要做里長喺睇到幾啊？跟主持人報告啦，哈，有人總係第一擺出來做里長，第一擺出來做里長，但是我提講，其實你做里長以前哦，應該咁講，你做里長以前都因為關業性地方嘅事務吼，嗰時候我俾你供出來做里長啊，里長嗰種事情從來冇自己做啦，應該一般供出來講，搿種就做里長啊。但是我提講，你做里長以前其實就關業性地方嘅事務，尤其係以前你做新人嘅家長，因為好多家長會長。唔幾時節，唔過家長會長時節都開始關心地方嘅事務，係咪？也是我做家長會長過多年嘅啦，吼但是一時間我都係有接觸到客家方嘅家長會長嘅職務，嗰時講了解講嘅客家地位，唔係像人哋想嘅按簡單啦，吼，唔係講每個家庭按高一啲，因為有啲時間我去接觸家長會長過後，讓了解講嘅，我哋客家地位過多新人嘅。需要俺社會上嘅資源去幫忙，嗰時講也都當時我做家長會長，我一路感受到嘅講咧，唔係每個家庭都按好過啦，有啲過唔好過，有啲過好過，安尼。嗰時講也有幫助到案例，我讓去體會到講嘅客家地位確實有一種需要幫助嘅學生嘅，安尼。但是也談下來是從我哋一般民眾想到家長會長嘅。我講，我為做嘅事情是無多重要，因為幾多嘅家長會長啊，一個呢係乜嘢，一個呢係學校嘅新年嘅學校嘅事情，譬如講線上嘅事情啦，線上教育嘅事情啦，家長會長會教學嘅事情。但是新年嘅貴嘅事情，容易咪講嘅沒愛嘅事情。但是你這個頭都講嘅，其實大部分會講，我哋呢新年嘅聽一貴嘅事情，可能唔係每個新年嚟按好過。好，你這個講呢係新年嘅貴以後，也唔係新年嘅本代家庭嘅事情，咁我特別要對呢啲事情按注意咯。因為我哋家長會長嘅職務啦，都係跟客家方配合運作教育，但是嘛要監督客家方嘅種嘅行政上嘅任何事項啦，亦都我哋第一啲家長會長嘅職務上嘅權力，但是我去接觸到一個新人嘅過後，你講我奇怪，比如講，我發現到講有新人嘅，我去包一啲飯間菜，當主頭食飽嘅時間，我都去看到，因為我會行客講行看咩，因為發現到可能我都去問一個新人嚟講，佢而做乜要包一種客講食存嘅飯間菜，佢問呢啲我見人做講嘅，佢都加金唔忙，而家包佢去做暗餐嚟食。也都我應該都講咧，我講我做家長會長嘅人，除咗跟客家方天數運作以外，我都私底下去了解講嘅學生嘅狀況樣嘅。嗰時講我讓提供嘅條事情講咧，家庭因素，乜嘅因素，種種演變出來，我讓了解。就等於講一般我哋家長會長管到嘅學校嘅行政啊，錯，我哋線上教書嘅問題以外，其實有去關心到講。我哋呢新年嘅地方，有啲嘅新年，而可能真是我用伊嘅方法，不用自教嘅意嘅，好繼續過下去。但是問題我哋學生嘅暗導，新年嘅暗導，你一定要用做人嘅暗導嘅事情咯。其實講一種東西，唔係講聽聽人一類人啦，其實人有配合客家嘅志工隊，所以講志工隊都係客家關於什麼志工爸爸、志工媽媽，亦都全部來自於學生嘅家長啦，然提供俾人嘅消息。所以我哋一定冇辦法去面對其他嘅學生嘅，但是只要我哋一方面內，我都會私底下去拜訪一啲新人嘅裝備，就包含嘢裝備都包含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媽，甚至有啲人做阿伯、白面叔嘅嘛有，呢啲我哋講，說是乜嘅情況？聽我做到方面內，我都跟人協助，裏邊透過人嘅教育上、生活上嘅困難，安尼。
可是因为也好到地步，本来都有几多的爸爸妈妈吼，也几年前的爸爸妈妈，你讲我哋几多学生的爸爸妈妈，其实除了我哋这个学生生意嚟去上课以后，其实伊无喺想讲，我嘛可以睇好到是天数忙嘅事情冇，可是也就变成最现实的一个子宫。哦，然后伊个子宫地步，伊发现乜嘅事情，伊如果同讲系咪？錯係。可是你讲嘅以後，你會看下到，到底係陸卡人咧，家境係咪改好啊？改冇都講陸卡發生乜嘅事情咧？比如生意咧可能會以學校爆發嘅事情，咁也喺過程地步你發現到影響過程嘅事情，可以同他人分享一下。因為跟主持人報告啦，也當然也喺講嚟講唔hết啦，也真是幾多案例啦，我都記得地步有一兩天啦，如果有一天我印象最深嘅都係講咧，我有一朋友我去遐講，本身我接我這家生意咧，都當主頭啦，我都講奇怪，迄個都熱色爆發咧，我講奇怪，有啲生意咧用為去打一條村嘅飯菜賣嘅原因，我都認真去問也，先問也同學，我叫問到伊，上到也吃準心，伊都講咧要打過去嘢啊，暗不頭啊，來做鵪鶉來食，因為講奇怪，見用韓國有種嘅打鵪鶉來食咧，有種嘅套利咯，安尼啦。我哋都時代下簽時間，甲伊呢討事了解，結果伊討事嘛，暗準甲伊協助啦，因為生意都有吃準心，做唔得睇下公開場所，我哋都非同伊呢討事，他教我先上去了解講哦，原來伊生意嘅家境上係做阿公阿媽來帶嘢呢，哦家境上都唔好，隔胎教育啊，隔胎教育，因為爸爸媽媽可能都意外啦，係冇咩乜嘅因素啦，可能都意外也係案件路見不平啦，啊，當然阿公阿媽。身負一啲阿爸阿媽嘅責任來贖順嘅咩？嗰時講亦都跟一啲飯菜包回去。嗰時講我樣去，托有子供爸爸媽媽，大家來去了解過後，我哋去到亦都卡親自去訪問咧了解，我都來適當嚟給幫忙。安尼，當然那樣東西搶可以做一時，冇辦法講做到長長久久。安尼，都盡我哋自家嘅力量來做。但至少變成講有生意呢，有嘅事情有本人注意到。係錯。唔好講人家連有啲講。可能連欣賞都唔低，我可能會有建議鋪嘅誤會。好，但至少有件事情變成講，人家第一件事情，我特別也會關心同也會注意到啊，生意嘅一啲後來嘅發展啊，嗰種有乜嘅事情，不管如果有乜嘅變卦啦，人也生意對人嚟講，你已經有，我哋講有把握睇，人嘅舒心地步，喺地講也一啲有一啲關心過嘅生意，一定唔會變成他人唔關心啦，哈！而啲生意即係我發現講，其實他人啥有啲關心一件事情，哈！雖然講冇每個米的人都高窮樣嘅嘢，咁從那啲事情嚟講，後來係咪都把嘢子供樣講18項嚟變成一個協議係咪？後來我都有啲子供，因為我擔任家長非常幾多年，哈！我長期也跟一條家長子供啦，哈！都變成幾好朋友。雖然講我做家長非常，但是我能做客講嘅事情嘅時間。我都共同參與下去做，冇以為講緊我哋家長非常都個個在上，我哋冇，我哋撇錯收聽嚟照顧生人咧，看生人咧，我哋全部共下，一視平等啦，那當然有啲東西都係，後來我哋都睇下有啲優良嘅，你講叫香港啲優良啦，都有啲優良嘅時間後嘅，大家都係講緊我哋可以組織一啲團體來為除咗客家以外，再為社區來做個發洩包嘅。就大家用搖啊搖嘅，我哋客人講咧搖悄悄啦，嗰時講都成立一啲團體嚟去做一條志工、環保志工也好、慈善志工也好，亦都有團友來啦。我想問一下，你而家東門里差唔多有多少人啊？東門里全里嘅人數差唔多平均有1500人嘅人左右。有1500人，也係名冊上面嘅人。名冊單個。名冊上1500人，但是迄啲人喺嗰度還是嗰少？嗰度，差唔多加咗300個人。嗰300個人冇喺名冊上面。錯。嗰時冇得選。唔怕，有啲選冇選嘅嗬，亦都唔怕啦，都一視同仁啦，都為民服務嘅心態啦。而冇選，而係是愛朋友啊。有300個人冇選，冇睇下佢冇選意見啦。嗰時如果服務業喺邊冇辦法去選。唔怕交朋友咩？講哪個啦？只講至少我哋1800人，出緊從幾家嘅學校喺東門國教係咪？有啲講嘅嚟都幾險啦嗬。聽係東門里邊有一間東門學校啦嗬。但是我做家長非常之面容結受。呢啲係面容結受。嗰時呢個唔係東門國教嘅一啲家長非常，係做面容結受。
好，可是佢變成美容嘅時候，唔等於講你即個做嘢假裝非裝，然後服務嘅人嘛唔係人家懂門裡嘅人。係啊，嗰個係做機械人，那個跨區嘛。對對，係跨里嘅啦，跨里嘅去服務啦。本身有啲美容介紹聽人哋懂門裡嘅隔壁，隔壁圈圈呢哦，反正懂門介紹個嚴啊，啱個美容介紹很多人全美容圈最睇見客高。咁差唔多幾多人咯？全球邊線上搞嚟差唔多會500-600個人咯。唔即係我做乜做好好嘅假裝，唔做到做假裝非裝嘅件事。其實也應該都講過嚟啦，有失敗嘅個結果啦，因為我感覺嗰度假裝非裝很多為到名間里啊，去擔任嘅啲職務啦，因為人講咧，如果你名間里面，但是我哋是講咧，嗰度非裝擔任嘅人去看過後，咁啊人做嘅東西冇理想。冇去帶動志工、帶動家長，跟客家鄉啊，有特別的橋梁來溝通、來配合、來去推動客家鄉嘅政策。嗰度家長非常要去刁難客家鄉，嗰時講我都咁樣情況，安尼唔錯，安尼唔變成講，安尼冇尊重專業嘅教育。嗰時講安尼講，咁都出嚟跟你先看下師，結果一擺都幫佢先過家長非常嘅。都簡單講到安尼啦，都簡單講。但是一般線上以後都做嗰度嘢咯，係咪？連續做嘅結束結種嘅，啊都做4年啦。對。咁喺輪都成立嘅協會，嘅協會乜咁樣上啊？我協會正統講嘅係很多高雄市美容區東門社區發展協會。東門社區發展協會，但是社區發展協會，這個本身應該，這個係個美容區嘛，等於講這個唔係講做嘅事情唔係當東門里啊地方嘛。好，也跟主持人報告一下啦，其實我哋每一個里啊，都有每一個里嘅社區嘅發展協會啦。但是我哋東門里很多公辦嘅樣成立。我哋成立嘅過程相當過困難，因為我哋東門里冇一種嘅發通中心。第二個我哋做乜嘅發通，辦乜嘅事情，我都要跟客家鄉加床梯，要跟人廟鄉加床梯，都要靠人嘅面色啦。不是講哋推動當過，可以唔好推動，但是我哋經歷嘅8年，所有嘅志工爸爸、志工媽媽。大家人想盡辦法來去給社會局申請一啲發展協會下來，不過後來還是幫人大家努力狀況之下，幫人完善嘅。嗰種協會同里長強愛等人嘅話，可能我有覺到個神奇嘅事情啦。我哋一般看到嘅協會同里長都冇強樣嘅人嘛，冇強嘅派呢。但係嗰種協會同里長嘅強愛等人嘅話，又發生乜事情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去精彩故事哦。翻回到福喜來嘅，上一段節目我哋來賓羅文正里長，伊成立咗協會嘅哩，做乜可以話佢係里長咯？我是馬上來問一下，我想問一下吼，你這個已經有協會，其實協會可以做嗰度事情啊嘛，可以申請按你嗰度錢可以下來啊，做乜可以你話這一些嘅里長咯？吃力不討好，因為本身社區都我哋講嘅理事長跟里長有乜個冇相同社區理事長以前可以人講嘅用嘅社區只是講一般人里鄉一啲服務啦，做啲服務簡單嘅環境上跟照顧上，但是人嗰度東西要經過里長來去准來去搶，畢竟里長很多人哋民選出來嘅，社區理事長只是一個社區裏邊民間團體，冇一啲管制啦。但是嗰度里長嘅因為講嘅，人哋社區嘅理事長很多要請人嘅麻煩，因為人服務嘅項目過多。已經影響到捱嘅生計，所以我嗰度里長都唔會配合。話講真係，我哋做慈善啊，我哋做公益啊，我哋做環境，我哋唔係講去做乜嘅跟政治有關嘅。過一般嘅里長都會因為講嘅，你已經掂到捱腳嘅。所以講我都層層感恩講嘅，我哋做啲理事長嚟講嘅話，雖然講有安尼權力，但是我哋冇安尼變權。我都唔係講家己人我哋做公益也要俾人來去主動，做也俾人。刁難，咁我都義氣，喺度志工講嘅，都半開玩笑講嘅，佢理事長，佢海基啊嗬，咁都出嚟挑戰看下事，我哋就給人支持。係講咧，我從來冇想過選政治呢，安尼唔怕啦，唔出嚟先看下事，有里長嘅身份呢，又有理事長嘅身份呢，推動乜個東西一定過好做。嗰時我嘅同事也都會談朋友嘅意見，所講過後，我就慢慢嚟思考，後來讓出嚟選里長。
安尼。也表示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下講，因為而家我哋地方吼，大部分有兩個無強嘅一種勢力啦吼，慢慢講勢力啦，兩個力量啦，伊哋喺人民團體，攏我哋講嘅我哋嘅協會，伊哋攏我哋嘅行政單位，攏我哋嘅群眾利眾嘅地方。佢各種講，平常來講，我幫我哋2片嘅錢吼，講我哋講可以申請安尼係無強，譬如講我哋嘅群眾利眾啦，伊可能都寫公文上去啦，吼，譬如我哋漲路啦，冇路我哋愛漲我哋嘅電啦，嗰種東西都可以。一層一層的補上去，但是其實我哋差唔多人在18年前的時間，喺沙期營做，嗰時咧在觀念地邊講，像亞種嘅行政體制啊，咁慢，好，有時翻譯的事情，其實都一層一層的補上去，或者像有啲嘅東西，我哋都希望講我哋人民由伊啲協會去做，協會人，我哋講人民協會嘅方來講，我哋啊沙期發展協會地邊，伊想要做乜事情，伊都可以尋到資源，都馬上去做。伊這個可以面對嘅人，可能都直接都到我哋文化處啦、我哋縣政府啦啲事情，都變成我哋而家有兩個無共樣嘅部門去做我哋地方上嘅事情。但是常常會看到你講，兩部門嘅事情都好，我哋講唔對答嘅話，都幾麻煩啦。好多上頭都我哋嘅文章講，說只是會可能會太過易請麻煩嘅一個事情，但是。最好前期都係講，我哋見面一樣嘅規定個答，好可能係互相欣賞嘛，好強一點嘅嘛，好安尼幫我哋嘅沙期嘅事情都幾好啊，因為協會做嘅事情，理眾嘛支持，理眾想要做嘅事情，協會嘛可以協助。咁問題我想問一下講，這個都已經係協會嘅理事長，伊就去選理眾。你要加喏，沒有反思啊！他是做理事長的規模下，你咪就先理眾，你要都看有支持一件事情。好多主持人也講到幾錯啦吼，當然人講政治係做一條不歸路啦，吼啊！但是我要出來選理眾以後誒，我也講真是一樣嘅啦吼，我太太伊冇贊成，但是伊也冇反對，因為我跟我理念講俾聽。因為伊本身伊都係客家嘅志工隊隊長頭擺啦，吼，伊聽我接觸教育嘅事情幾多，幫助幾多一種嘅家庭上嘅問題，啊，我都跟我理念嘅報告，不過我都跟種種嘅原因，跟我太太解釋過後，吼，啊，伊呢個跟我講嘅有道理，必須要先說服我太太啦，吼，啊，伊有辦法支持我樣有辦法講得出來，行一條理想嘅政治路。嗰種嘢都行來，我也幾感謝我太太可以體諒我，可以給我支持。伊唔同講，因為理事長冇錢的啦，哈，一般理事冇錢啦，啊，理事長是有錢的啦，伊講唔怕，跟理事長嘅薪水本來就好。咁從人嚟講嘅話，因為理事長有一個範圍，有總文理嘛，哈，但是我哋嘅協會其實係冇範圍，應該講可能係跨理嘅一種服務。咁從一兩片嘅角度，即個應用一份。其實我哋沙期嘅東西啦，吼，以我觀點啦，吼，因為我哋每個里啊，吼，都有每個里嘅沙期嘅發展協會啦。因為我哋要去尊重別里嘅理事長，但是嗰度案件我哋嘛都接觸到別個里，因為我感覺講做慈善要幫忙嘅東西，不應該去分工嘅某個里我都可以改天數。但是變成講嘅話，我要去做其他里嘅事嘅，都要點去做，因為對人嘅理長費事。對人理事長費事，啊！我做我理長嘅話，理長嘅身份都變成講咧，我針對我東門里嘅範圍內，我權力範圍內，我可以做範圍內，哦，就先用以理向為主，唔可以點到人嘅理。咁我人都是人批理長，都因為講我哋踢幾步嘅，嗰時講亦都兩個理摩擦別嘅地方都也睇入嚟安尼。咁種而家做理長嘛，做咗差唔多2年啦，啊，做理長裏邊有發生過個神奇嘅事情。當然人家處理過嘅事情吼，你講嘅幾多啦，吼啊！但是當然我都基本我都記得你嚟講，比如講我做理長差唔多3-4個月過後，我都有半夜時間差唔多都12點啦吼，都接到嗰啲阿伯嘅打電話俾我。我做乜講我印象最深咯，因為一邊都到除夕夜一邊會12點。路年上是不是12點嘛？錯。他哋認為你守歲，係錯。天花都響誒，我天花都響誒。係可能阿伯嘅，因為我會講咧，有啲我對面當人家天花我都會去開，我會去記。你結果中我打本嚟，我會去跳佢接起來。伊講仍然冇爽快。本人喺冇爽快時會喊救護車咩？吼，又會講咧前面就消防隊來天數接送，不過伊個硬心啊，伊唔愛哦。打本嚟講咧，冇嗌要喊我，阿伯乜嘅事情。
佮伊也无爽快啊啦吼，可以做伊去伊个种挂急诊哦，听得到我讲阿爸唔等下遐忝，我马上就去做。不过迄个提讲阿爸个意思讲伊个面子，伊咪本阿爸临时肯讲伊坐救护车，如果无我去做，我去做伊时间上差诶，都跟我讲可能我过后啊，身体搞过好呀啦，我讲阿爸还是要落去检查一下，吼，我是讲我都做伊去到医院挂急诊。哦急诊过后都因讲可能都老人家因遐摆，因讲啦吼血压过高啦，也因讲糖分过大啦，所引起的啦。当然也过上，我都感觉讲伊老人家对我哋有啲依赖性，也是讲可能我都过安心的啦。因为平常时我都会请伊聊咩吼，我都讲阿爸唔怕，虽然讲遐摆安尼有乜嘅身体上有乜嘅状况诶，有冇爽快时间，唔怕唔是坏事。冇乜嘅過年，也處一處二，你都可以打本來。不是講以事後誒，伊也對人可以感謝，因為有啲按呢個本來印象嗰啲詞咪都係也係除夕比安補誒。不是講我永遠都記得一件事情。因為唔難咧嘛，係因為你這個比感覺到過依賴的啦。好，所以我唔錯，其實我哋更加過到鄉下位嘅，我能夠睇現實好，真是我講到講很救護車落下，嗰件事情嗰種鬼快事樣嘅，尤其係年30。年30伊嘛唔希望本他人嗰種談到一件事情，因為他年30後，他人過快樂嘅日的吼，有安尼查上人來嘅時節，有講我本他人的好事吼，咁我影響我，但是至少伊反映到一件事情嚟講，伊至少可以信賴人啦，好，伊要睇呀，你按嚴重嘅時節，伊要是講我可以打破我哋嘅理綜，因為有時我哋我以為講我哋嘅理綜可能無多我哋群眾根本就打天把路打唔同嘅嘢，至少伊希望講，你這個係一個信賴嘅嘢。咁像唔出啊，理綜一件事情，24點鐘佢等於落去接天花一件事情，因為我哋講寫非理事長哦，除非判法通，除非能寫非神槍嘅事情，其他事情呢，這個唔是講呢。但是做理綜都冇用哦，等一開始做理綜嘅建議嚟開始。跟1點鐘開始，離婚發生的乜事情，全部都同有關係。剛剛請問一下哦，就能離地波嘅嘛？老人家，應該講老人家嗰度係成人嘅嗰度，而係俾嗰種年齡嘅嗰種分布係太不一樣嘅情形。我面農期啦，認真講我哋面農期，面農期係做一個老人家佔過多嘅一個地區。像我哋以東門里嚟講，我哋東門里65歲以上嘅人，平均佔係6成。至7成，譬如講40年地輩有6個人係做65歲以上嘅，嗰時講咧，按照證明講，我哋東門里係做一個高年紀嘅一個社區啊，安尼。過去變成講，我哋當然我哋做主持人們我讀應該是講我從當先去比安部嘅人都嚟解問題條本來嘅，其實我係蠻接應做理綜啦，嗰時我都講，但是人的問題本來時間只要我可以處理範圍，我會想盡辦法來去分。因為前面太多老人家咩都會看似人嚟講是細事啦，但是以文君嚟講嘅話，係咁樣當作係一個大事。就是講我會親力來去跟人做拜託我嘅事情，我來去跟一步一步嚟去做比好，安尼。就是講咧，亦都社區跟理鄉冇相同，因為社區都判法通嘅時間，理事長讓有出面來去申請經費，來去調動人數，安尼。而做公益跟做理鄉嘅理務完全冇相同。就是講我樣。人哋講咧，啲個理綜唔係幾好做。因為理綜一開始等於東線給你的開始，幾點鐘開始，其實如果一離地位太細嘅事情，一路要開始負責，唔像跟我哋下飛，一路處理申請嘅案例嘅案件嘅內容同埋範圍同埋服務嘅人，然後時間多，差唔多都可以結案。但是對於理綜嚟講嘅話，佢其實冇一個結案嘅嘢啦。係錯，理綜是永久都唔會結案啦，如果唔會永久唔會結案咯，有啲事情永遠都處理唔係啦。也可能1分鐘內有幾下啲人簽，嘛有可能講幾下日內冇人簽，也都人理事長冇一種嘅行政嘅事情咩，理綜都有行政事情咯，包含理鄉嘅大事小事，只要看得到嘅，都我都講得到，都按啲情況。人當然人提前有事情嘅時間，也都講講我簽理綜白。實際我都冇人攞啦，都變喊理綜白啦，喊攞嘅，安尼。嗰種一定人叫做同時喺理綜嘛，喺寫飛嘅理事長嘅時節，其實要負擔嘅責任係幾多喲。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嗰陣睇故事哦。
保安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宾我哋文正李总同人讲，伊在做李总，做协会会长嘅查批。啊，像妹啊吼，你做李总嘅时间，头有同人观众朋友讲，我哋有一啲我哋咧睇人啥的，廿三是安比亚时就打电话问嘛。好，咁除咗也以外呢，有两公婆吵事情嘅冇，真是有一件事情哈。那件事情应该是讲嘅确实有影哈，应该没得李总也要多多的事情了哈。人讲嘅情感难断家务事，但是有时间啦，李总接到电话会不得不去啦哈。啊，俺哋也普提供乜嘅事情发生，因为喺电话地方都谈到普罗沃改上瘾嘅啊，啊冇去做唔得咩哈？啊俺哋都硬忍逃避哦，啊去嘅时间，當然俺哋完全冇唔敢拿下來啦，你根本已經病到東西，我依個俺都當然依個去看啊，因為公婆吵事。啊，這吵事其實為了改些事情啦，啊，為了講咧要炒一項菜，乜個要先炒，乜個要先煮，安尼也要吵事。哦，啊，都個人講咧，梗係要乜安都乜好炒呢？婚姻感情又唔掂乜嘅呀，啊，有乜嘢老公講嘅艱難多啊，嗰時講咧，我講咧情感難斷家務事，啊，不是我都個人講，我講咧，梗係坐下嚟談嚟講一下，我講喺度一吵，人繼續吵，啊，其實我講別人談嘅過程，意思講咧，別人時間拖過長啲嘅。別人心平氣和，他敢人掂下來，係啦咧。啊，都係講咧，咁唔都伊愛煮乜嘅菜，唔都會講咁伊先煮唔怕咩？咁伊一樣嘅煮都尊重人意思咩？安尼咩都好嘅嚇。炒嗰啲菜又一啲炒，哦，啊，後來當然係咁伊建議嘅，伊咁人講嘅，其實別人談嘅過後，哦，當然啦，公婆心都有過寬嘅啦。但是當我一離開以前吼，兩人還是冇講法。咁咪講嘅哦，係聽緊嚟潛兩下，安尼，咁咪講嘅，係意思講嘅，係聽緊嚟潛嘅意思講嘅，嚟看下是情況樣嘅啦。我結果係天伊潛入看伊啦，公婆說見到你路上散步啦，嗰時係講嘅情感難斷家務事，唔可以個人答公婆事都安尼，我都是個邊緣呢。嗰時變成講，我從我談到講，有時我哋真係是，我有兩公婆吵事啊，而且打電話問村長冇理眾，我想講，要請村長理眾做乜咯？以冇辦法解決你的事情，但是。至少你最有辦法看到一啲東西，就講，你睇啲表現可以，我哋講心平氣和，嚇，掂啊好，談另外一個人的講法，聽伊其實吼，變成講，連兩個人吵事吼，吵唔下來嘅時間，真是都要有一點人啊，喺中間，嚇，必定我哋講有一啲後推一步啦，有一啲我哋講下台階有冇？他個人有啲潛移嘅東西，本他個人都冇電視面子，其實。李總都最後一個角色，其實你這個戲啊，好，都本他應該退後一步哈。反正以前頭都已經你地位路唔點樣行嘅，哈，有啲人出現哈，他個人講做本面子，他個人退後一步，其實他個人就想要退後啦。不是變成講，其實哈，那你講我都第二年了，其實我們從來可能冇辦法聽說乜事情。好，但是人家要出現，都至少不要兩公婆有一點面子，可以大概你退後一步，哈，大概你可以親下來講一件事情。咁從前係理長又係理事長，你即係喺工作嘅時間，我都講，我哋一啲理方有一啲事情，那樣我要分講，一件事情我用協會嘅角色去做，一件事情我用理長嘅角色去做咯。因為我哋迄個時講，我哋有讀到乜嘅年節，比如講我哋有中秋節。有一種嘅端午節，好也有乜嘅年節上，好啊，我哋都會用一個社區協會嘅名義去辦，因為協會成立目的都係去帶動我哋一個地方上嘅一個老人家嘅發通，還有一個環境上嘅天數啦，好，其實講嘅都做公益啦，好啊，比如講呢種東西嘅話，我哋喺假使講去辦發通嘅時間，我哋都盡量用一個發展協會嘅理事長嘅名義下嚟去做，因為睇嘅話好。我哋講公私分開，哦，我哋做一種社區東西時間，就是我哋即個，他個人出自於出發點以次嘢咧，我哋去辦一發通，比如講包粽嘅節，哦，我哋也講就嚟做月餅，本他個人老人家嚟參與，也我哋就用理長，一個職務都個模式合，啊都用理事長嘅名義嚟去進行一啲事情。咁基本當然講咧，我哋也有路愛重大過嘅，轉叫愛搖過嘅，也是個理長嘅身份都會出來哦，都用理長嘅身份。來去現場監督，也一樣嚟做，一樣嚟提議，跟政府嘅官員來了解講嘅我哋嘅需求很重要嘅，因為本菜地我哋過了解咩，嗰種叫做我哋做理事長跟做理長兩個冇相同嘅地方。咁當然你講公部門嘅事情，譬如講我講嘅做路啦，我哋那個長路啦、通水橋嗰度，真是佢唔係一般嘅人民協會嘅一個經營嘅範圍，嗰度其實係用我哋嘅理長嘅身份去看去個錯。
但是跟侬讲潘发通啦，人民向下去做一件事情，佢真正人社會也角色都夠適合。沒錯。佢從哪嚟嚟講話，提供也其實也紀念民農有一啲人嘅養生節、獅子節也會一啲發通，其實係啲我哋過緬懷我哋古人，嚇我哋過追思我哋古人，但是嘛係過度向下人向下來去參加嘅一啲發通，但是也會發通範圍唔單止聽人懂文理。伊話有幾多貢獻力啊？幾多地方，像我哋發通法能當做很樣嘅去協調，啊，人家要兩個角色很樣嘅去配合嘅咯。當時也咧，因為我哋也因此都講嚟都講我哋客人吼，因為咧佢注重教育，佢注重我哋一啲傳統嘅教育啦吼。見之前咧由來都係跟我哋教育啊吼有影響下。當然也咧過程經過佢當然冇判得多按用中過啦吼，但是經過我哋中央嘅客委會嘅李主委。還有我哋高雄市政府客委會嘅王主委，還有加上我哋高雄市長，還有我哋區長，大家人有安尼心，愛都邀請我哋各里啊，哦，有見之前咧，大家都嚟辦一個節慶，啊，一節慶咧推動嘅目的，都係講咧，本來提供我哋客人很多嘅注重教育文化，祈求一啲平安嘅意思，啊，一啲做一啲意思咧。就係講咧，走條擺鼓勵來去講咧吼，可以祈求一啲見到伊本來咧支支讀書，可以登科做狀元，可以本來咧生氣，吼，人講祈福一啲平安順遂嘅意思安尼。不是講一啲節慶，吼，喺地方政府上大力支持之下，吼，做到本來咧感覺個有意義存在，吼安尼。但是你這個本身，你這個係懂文理嘅理狀，像頭先講嘅，其實也係幾多嘅韓國嘅理裡邊又好，都冇有，這個有到這個有見視頻啊。咁即係發通嘅話，唔知係用協會嘅方法去聽書，還是用理狀嘅方法去聽書？啊，佢仲有一樣嘅串聯嘅部分咯。當時我哋辦嘅協會是嘅，係是有邀請兩個單位，理狀也可以參加，社企也可以參加，啊，伊是嘅有兩個身份可以任向下嘅。呢時間我都用兩個身份去做，我都拜託所有嘅職工也好，也拜託個人社企喺度老人家啦，吼，無分體系，大家都可以參與啊咧。又像有按時間嘅話，就變成個人咧，有兩個團體，我都可以同時嚟去做，人都講唔會講嘛嘅，因為有啲人做一啲人講咧太面積嘅做法咩，吼，大家都可以參與，唔係講像我哋漢字嗌懂文理。譬如講我哋民農區，只要有新嘅參加嘅一啲團體、社企。所有嘅理狀，大家都可以參加，不是講都冇咧分工嘅，也咧理狀做嘅，也理事長做嘅，都冇安尼分嘅啦，大家都共襄盛舉，哦，安尼。咁你這個做到更加好，你這個理狀已經做到我2年啦，啊理事長做到一個月啊？差唔多嘛，2年半左右。2年半。咁對未來呢，你這個希望講有兩個身份，有幫佢目標嘅一種，可能講要求冇，你講希望冇，對未來嚟講嘅話。因為我當然我企喺一啲社企理事長嘅身份啦，吼，我當然我會親力來去，再來去跟社會一條資源吼，該多爭取一些入來。因為本身理事長有安尼權力提出一條計劃書，吼，啊，來去跟我哋嘅政府單位、相關單位來搶一些經費入來補助，吼，啊，實在講其實經費要搶嘅有限，大部分也都係我哋自家貼錢出去落去，啊，冇辦法，吼，啊，記得我講咩？我聽我哋客人講嘅啦。頭拿鐵嘅，頭冇寫班嘅，我都要做比起來。哦，唔講一天都要堅持做下去。哦，不是講嘢咧，我哋希望喺邊度講咧，希望地方上政府、中央政府多多注重嘅咧社企發展協會提出嘅案件，盡量跟我哋天數，因為畢竟社企裏邊所有嘅支出都係我哋職工，喺邊連職工都天數出錢咯，我哋自家天數出錢出力來去辦發通、辦比圓滿來，安尼。啊，當然講針對一啲理狀嘅部分。我哋理狀本身都當然政府有幫我哋有多建設費用，吼，啊，我哋都用一啲理項嘅建設啦。不是講，但是我哋又做唔到講用一啲理項嘅費用嚟做一啲社企哦，不是講做唔到安尼做。不是講我哋希望講咧，下一輩希望講咧，地方上政府也好啦，吼，啊，中央政府也好，多談我哋基層理狀講出來嘅話，吼，啊，比如講我哋理狀上咧嚟推動咧一啲長照，做乜嘢長照呢？都係講咧老人家嗰度咩？我做唔得跟社企來比，因為我哋上下話老人家多啊，啊老人家多，相對嘅照顧東西，我嘅資源一定要過多。有時間你啲社企理事長去爭取唔多，因為還是要有理狀出面，理狀嚟發文本人，哦，如果上心得啦，哦，啊，是有啲管制嚟掛啲保證，哦，咁我哋搶嘅東西係做有量嘅，
我嘛希望讲地方上政府帮俺们去来申请的时间，多注重俺们提出的意见，帮俺们适当的天数安尼。咁种也沙期协会同埋啲理总来讲嘅话，量嘅角色，无你讲，我哋以配得理来讲嘅话，咁种基本嘅量嘅唔係穷下人。請問一下用人嘅想法來講嘅話，最好係用嚟配合啊。從以我哋這個理想嚟講嘅話啦，當然還是以我這個理想先做比好。因為配理嘅話，我哋咪要接到案件講，我哋可以天數，可以去幫忙嘅也有。但是變成講我哋去跟配理天數嘅時間，我哋只有私底下進行。但是我咪希望講咧，可能我哋也會去請人嘅理長，甚至於請人社區嘅理事長。嗰一啲案件，我哋按用嚟依個天數，可以嚟急嘅時間，可以嚟個天數幫一下，比唔可以講按辛苦過日嘅。不過嘛，希望講東西大家一定出一份力，亦都係工人嘅觀點嘛，你啦。其實也是一個最重要嘅事情。錯，你係一定要幫我去送入啲社區嘅創造嘅東西，畢竟資源有限，冇錯。其實人家講，人家唔缺錢，唔缺資源，最缺嘅係一啲熱心嘅人。佢邊個哋有搶到文津，一路係一啲熱心嘅人，佢多多好係理長，嘛係一啲我哋嘅社區協會嘅理事長，佢屬於把兩個角色六班人嚟改好。我哋佢感謝文津來到香港同我分享安度做理長嘅事情。第一個我亦感謝主持人啦，第二個我也分享有限嘅鄉親朋友嚟到我哋高雄市民農區東門里來閒聊，感謝大家，謝謝。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咱時尚來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球的運動，請準備一粒像安尼大細球的，唔是太大哦，可以手把掌可以握的，你的手掌可以握的，可以搞穩數的，都可以同人同下做運動誒。準備好了嗎？同人同下做運動哦。請個手卡輪來做一個手掌的一個末梢的運動，用力變鬆，用力再變鬆。可以加上鼓下來。同個手提人個手背做一個交替，滾過去再滾過來。是可能性老眼看呢，老球诶，訓練你的手的一個協調同的反應哦。球誒啲很怕硬風來如何誒？慢慢地撈，唔是太夾。好，拿空來做，唔該做數，較好哦。好，啲上面放鬆來，放下來，加上挺腳，另外一隻手可以叉腰。
好，更加温，右片，数伸出来。然后更加来做扩胸，打开来，喺中间搞弯数。我更加来加上个脚，你喺旁边，好来点出去。陈伦先生慢慢来做，就会啲很怕阳光人，好继续屯先生偷做动作。好，再来。手成一个垂直，捞下来顶嘅叶尾捞上去，那边的垂直弯数。加上骨。下去的时间，捞下去要加上骨，伊个骨再伸出，看清楚的吗？顶嘅腰背捞过去弯片，好，过来，好了，第前面开始哦。伸出你的手，踮脚，另外一只手叉腰，弯片，肚时要数风来哦。更加来做垂直手，伸出来，你后边捞，伸出弯片，加上骨。
吸气，调气，老眼前的吸气，调气，搞稳数，训练的数的协调。完片的哦，我看欣赏老王的都市野味鸦片，完通走。好，更加同的数神测吸气。调气，日出，日落，好，跟到来思考的心量杂数，停空来，用下来。垂直手，做一个弓箭步，做一个延展，球的表演的脚。来弯片，再一摆，尾龙的打出来，弯片。慢慢的过来，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明日要记得同先生做运动哦，好好运动，能下次能来了。